Hello， 大家好，我係黎嘉倫牧師。咁啊，繼續咧就同我嘅好朋友朱志豪牧師咧，繼續有呢個嘅對談啦。咁啊，其實我哋做呢個課程咧，都有部分嘅原意，就好想處理或者探討啦。近年來有好多嘅社會上嘅困惑啦，但係都唔係淨係社會嘅，就係教會啊、家庭啊多方面，就係呢個創傷嘅問題。今次我過嚟即係溫哥華啦，特別啦，我喺中部生活嘅，其實都有個朋友佢主要係做緊啲神學工作嘅，咁佢都帶咗一個處理創傷嘅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對我嚟講咧，我都唔係好理解。不過喺20-30年嚟咧過去咧，原來喺用創傷嘅理論啦，對創傷嘅理解啦，去嘗試去成為即係研讀聖經嘅一個嘅切入點。好 popular 或者係好重要嘅一個發展。咁創傷咧，其實相信大家都知㗎啦，應該即係西方係一個好長嘅歷史，特別係2次世界大戰，啲軍人經歷咗嘢之後，翻嚟適應唔到呢個社會，咁開始就思考呢個創傷嘅重要性。咁我有時候咧，我哋都唔係好想會用呢個字嚟到去描寫，因為好似好負面，好似好黑暗。係嘛？好似我哋好被害咁嘅感覺。坦白講，如果你所居住嘅原生地方好平穩、好太平，其實又使乜要離開呢？係咪？咁大家都明嘅。其實我哋都多多少少有一種創傷嘅經歷。咁創傷經歷咧，唔單止係即係我哋自己因為某啲嘅緣故，或者見到某一啲嘅處境，我哋覺得唔得啦，我哋要離開。甚至我當年其實好年輕嘅時候就嚟做讀書啦。讀咗書之後咧，屋企人就想我留低喺加拿大。點解咧？其實因為佢哋年輕嘅時候喺國內生活，亦都有啲創傷嘅經歷，以至覺得咧，下一代如果能夠離開香港，去到一個所謂自由太平嘅地方咧，都係一件好嘅事情。我相信咧，好多即係移民咗去海外嘅朋友，如果你問真真正正點解咧，可能係我哋自己或者我哋上一代其實經歷咗一啲好真實創傷嘅經歷，以至有咁嘅行動。社會啦、家庭啦，甚至如果你係有基督信仰嘅教會，點解裏邊有咁多個唔開心嘅經歷？有啲時候我哋話係淡化啲啦，原生家庭嘅影響或者人性嘅問題制度嘅問題甚至你話係蒙恩罪人啊嘛咁樣。其實我哋都嘗試淡化咗一個事實，就其實我哋集體都喺個創傷嘅當中。而創傷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你唔一定需要第一身經驗。我一路同你分享我自己個人嘅創傷經歷咧，其實你都會受我影響。呢個叫2次創傷啊嘛，即係所以父母細個成長嘅經歷，其實對我嚟講，我講少少。我到而家咧，仲好記得我喺香港生活嘅時候，好細個，係父母咧會包一啲白色，用啲白布包一啲嘅包裹，係寄翻去國內嘅親戚。對我嚟講好似好簡單嘅事情，不過原來呢個都成為咗一個創傷嘅經歷，係有一種恐懼。咁其實對我嚟講咧，我係冇經歷過父母喺國內生活，曾經經歷過好多嘅政治嘅運動啦、社會嘅變動啦、戰火嘅各方面咧。不過我一路睇，原來我都有一個創傷嘅經歷。咁所以我咧其實好開心，我哋有機會咧，黎牧師同一班嘅同工咧，去嘗試辦一個課程。其實真係去處理一番，究竟我哋點樣去明白呢件嘅事情？咁聖經研究咧，喺呢個嘅創傷嘅理論做聖經研究咧，已經20-30年嘅歷史，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不過仲有啲嘅領域咧，其實都未觸及嘅，包括神學嘅思考，用創傷嘅理論去重新形塑一個神學思考咧，呢個都係啱啱起步嘅階段。其實喺神學嘅圈子，信仰嘅研究嘅裏邊咧，已經係發生咗好多年嘅，加上我哋喺北美洲呢度讀書嘅時候咧，接觸咗好多嘅好新穎，亦都係好有創意嘅神學理論同埋思想，係對於幫助我哋去理解我哋嘅人生、社會、教會咧好有幫助。不過咧，我就覺得呢啲嘅理念咧，好多時候咧都冇入到去華人嘅教會，特別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喺北美洲咁多年啦，咁啊又喺神學院教書啊，牧養教會咧，好多時候都係用英文。好多時候我就覺得呢個時候咧，我哋要用翻呢個粵語咧嚟貢獻翻俾華人嘅信徒同埋教會。
因為呢啲嘅理念好多時候咧都冇接觸到我哋中國人嘅社會啊。係啊，語言好緊要嘅嚇，即係我諗呢段時間喺個創傷嘅狀態裏邊咧，最困難就係唔知點講啦嚇。咁當然啦，西方有好多創傷嘅理論咧，咁佢哋嘅理論係好好嘅，不過你仍然需要一種語言嘅轉化，或者係一種思想文化嘅一種嘅唔係翻譯啦，一種嘅消化理解，以至咧，當我哋用粵語去講呢個課題嘅時候，其實係反映咗我哋背後嘅歷史、我哋嘅文化，我哋甚至表達嘅時候係觸及我哋內心深處一啲嘅傷痛，嗰啲咧用第二個語言係講唔到嘅。咁唯有用翻我哋自己母語，先可以去觸及翻我哋整個人生歷史所經歷嘅所有嘢。都係呢個原因咧，我鼓勵呢班新嘅講師啊，新起嘅一班嘅學者咧，因為佢哋嘅呢個學術嘅路上咧，應該如無意外咧，都係會繼續以英語為主。佢哋要寫作啦、出書啦，喺大學啊或者神學院教書咧，都係主要用英語。但係咧，我鼓勵佢哋唔好忘記粵語，因為你讀咗嘅嘢，如果唔係用翻呢個語言，係冇辦法傳授咧，係俾華人教會，而華人教會同埋信徒只會不斷去重複過去呢幾十年佢已經知道嘅一啲嘅系統，而有啲時候咧未必足夠嚟到去處理現在發生嘅事情。咁佢仲以為自己冇資源嚟到去處理。喂，黎牧師講開又講啦嚇，呢個知道完㗎啦。不過頭先我哋咁嘅對話咧，其實有啲時候淨係得我哋兩個咧，其實我哋喺個腦海裏邊咧，仲有好多可以同我哋對話嘅朋友嘅。咁我希望黎牧師將來創作下咧，或者第日我哋咁樣嘅對話裏邊咧，加多幾個格仔。我哋嘅初衷亦都係我哋嘅目標，都希望建立一個學習群體，願意去思考，願意去探索更深一層嘅領域。所以你嗰個 idea 好犀好用啊！你記住喺你嗰個片嗰度加翻一個即係 email 嗰啲咧，咁大家有興趣就已經有㗎啦。咁你或者你啲咩諗法？你嗰個啦 ，email 一張。我唔係去豐富咗我哋對整個探索嘅歷程裏邊有更加清楚啲。好。